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的日子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唔通瓦克君王，唔通我靠为死的人，因袂当帮赞。因一个断开就归途，因的记忆伫迄日就落空。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伊的忙，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伊使食米互夭饿的人。上主讨放上悬家的人。上主互盲人话看见。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义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上主为永远做王。你的上帝为代代做王。一声着称赞上主。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要学到你，主啊，因为你是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所有一切拢伫上帝你的业力、甲创造、甲掌权的当中。主啊，我要用你来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上主你拣选阮，会当成做恁的囝儿，会当互阮用祈祷、用学乐、用感谢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赦免阮的罪，阮无为着阮即个城市、即个土地来祈祷，只是阮要为着阮伫花莲即个地动造成的即个灾害。主啊，伫遐咧救灾，啊，阁有受到死失、受伤、佮救灾的人，我拢来献上祈祷。主啊，求你圣神来引带，你嘛，互政府有好的政策，互因遮的恢复，甲因遮的救灾，啊嘛，亲身来安慰遮的死丧的阮的兄弟姊妹。主啊，阮要来向你献上阮的感谢，互阮常常会当为着阮所徛起的城市、阮的国家、阮的执政掌权的、阮的牧师、阮的长职、阮的厝内底的人，不管任何事，主啊，阮带到上帝你的面前，嘛求你会当降落雨水来润泽土地，互阮即个欠水的状况会当来得到改善。足济的事阮拢无法度做，但是阮知，阮只有倚靠上主，阮倚靠上帝，因为上帝你有权能，你创造一切万物，伫上帝你万事拢为，互阮常常来祈祷，常常来向你来献上阮的称赞。主啊，只是阮为着第一场的礼拜来祈祷，阮恳求上帝你的神会当降落伫阮的中间，会当感动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上帝你的话会当透过牧师，会当进入阮的当中，会当来感动阮，互阮力量，互阮方向，互阮常常知影主你爱阮做啥物，互阮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主你是国我的上帝。你国外的权能要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当中来显明出来，阮向你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中会锁定传道部的主日，敬请兄弟关心奉献加代祷。第二点，本主日本会特场的礼拜要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敬祝福各位受请，延年益寿，福杯满溢。本会要以全年的礼券来表达祝福。等下消息报告完，牧师即个颁发即个庆生会即个礼券。第三点，本主日上午9点到下晡5点。本会甲信赖之友会合办关会活动，主题是主老会救我关会救人。地点是伫教会1楼的广场，请要关会的爱带身份证到1楼的广场遐排队来关会。关会会当得到全年的礼券甲礼物1份。第四点，本主日下晡8点要召开4月份的定期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参加。第5小点，小会公告同意接纳卫生组姊妹要成为本会的成人陪餐会员，愿主施恩赐福。
第六点，本会地下室伫4月6号到7号，要施做即个地板的工程，请兄弟留意，毋通进入。第7点，敬请若有开车来甲主入聚会的兄弟姊妹，爱甲车辆停伫右昌国小。若行动不便的，会当先到教会落车，甲开到国小遐，敬请配合。第8点，有报名参加装备课程的兄弟姊妹，4月5号拜五甲4月8号拜一，暗时7点会陆续开课，敬请准时来参加。第9点，本会伫后主日4月14要举行2024年的野外礼拜。已经杂志报名，因为10台车已经压满。当天请注意，若有报名的7点20，早起的7点20，就要到右昌国小遐来集合。咱7点半要准时来参加。恁若毋知要坐地车位的名单，伫楼骹你看公布栏。若无参加的兄弟姊妹，当天咱早起8点伫遮主堂遮。有联合的礼拜，敢若早起8点即场尔，若无参加野外礼拜的，咱就早起8点，甲教会遮来参加礼拜。请咱国车的负责车长甲副车长，咱伫礼拜后爱到主堂来参加行程的说明会。第2大点，具体消息的部分，合作社的消息，本主日第2场的礼拜了后。伫3楼的会议室要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来参加。第2小点，4月7专辑请休假，暂停办公，造成不便的所在，敬请见谅。告解消息，咱请洪牧师。各位兄弟大平安。咱中间有4月份受生日的无兄弟，请咱记入有4月份生日的无？好，咱家唱，咱家参加欢喜唱生日快乐歌。你生日快乐，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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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大家来祈祷，主阮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中间有阮4月份的上生的兄弟姊妹，甲阮同心来敬拜主，阿罗上帝。恳求上帝你赐阮祝福因，互因日日领受上帝你满满恩典。日日有充满上帝你互因的喜乐的生命，互因生日欢喜，是逐工拢欢喜，对主你领受满满恩典，伫因的家庭甲因本身，愿主你赐阮祝福伫因中间，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报告教界消息，咱高雄中华团队部伫4月27上午8点半到12点40，要伫工商教会举办宣教大会，即届的主题合上帝心意的婚姻家庭，讲师是钱玉芬老师甲洪英正老师，即对夫妇咱也看 Good TV 定定伫迄个节目中间咧讲到婚姻家庭的即个教导吼，咱也要参加，咱教会准备一台风车甲中心吼，咱也中心的比率参加愈侪咱有奖励啦吼，所以邀请咱的中级踊跃参加。第2，咱高雄中华妇女事干部伫5月4上午9点到12点举行庆祝母亲节感恩礼拜，地点林皇宫吼，费用700块。咱妇女性歌队队员每人补助400，请咱伫4月14进前，郑美仪队长来报名。以上。好。这是咱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在伫约翰福音20章26到31节。今仔日的圣经伫约翰福音20章26节到31节。因为短咱若会当做伙来读，咱就会当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
约翰福音20章26节。过8日，伊的学生搁在伫厝内，多马也伫，门已经关。耶稣到，徛伫中央讲：愿恁平安。就甲多马讲：伸你的指头仔来，看我的手；伸你的手，探我的血液。无伫做毋信的，就做信的。28节，多马应讲：我的主，我的上帝啊！耶稣甲伊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30节，耶稣伫学生的面前，阁有行做神迹，无记伫即本册的，独独记遐个，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我。愿上帝赐福领受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是咱来赞美，请上年献歌队。即是讲到咱要请安牧师，伊今仔日的讲题是因着相信伊得活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前礼拜
咱以咱的教会三角庆祝国外节。伫咱的礼拜中，咱会刚看见咱的悠长教会是充满真活泼、真活力、真稳定的教会。也因为咱的教会是一个真活力、真稳定的教会，所以咱悠长教会不断成做好人的教会。有好人，就有得到；有得到，就有好人。阿门。今日是国外节国外就是第8日吼。伊圣经内底咱看，伊约翰福音书20章20节，咱做伙来读过8日，伊的学生搁伫厝内，多马也伫遐，门已经关。耶稣到，徛伫中央讲愿恁平安。其实这段话是主耶稣搁活了第2届门徒显现。第1届是啥物时阵？第1届是主耶稣搁活的第1日，伊门徒显现。这记载伫第19节。伊第19节讲，迄日就是头日，就是7日的头1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耶稣到，徛伫因中央，甲因讲：愿恁平安。为什么搁我耶稣显现来到门徒的中间？圣经讲来到因的中央，因门徒甲门关起来。耶稣咧向门徒证明一件代志，徛因的门面前的，的确是千经万奉顶伫世界迄位耶稣，就是因的律比。当耶稣搁活了后，有肉身，所以耶稣搁活的本身了死搁活，所以耶稣搁活徛伫因中是真正死搁活俗体身体，徛伫因的中，毋是鬼魂，就是死搁活，真做人，是人的样式，徛伫门徒面前。这个死搁活，是对所有的人，包含门徒嘛，无法度去完全理解奥秘的事。亲像圣神降临伫玛利亚腹肚内底，生了耶稣。主耶稣道成肉体，主耶稣伫世界代替咱的罪，受定伫世界，成做咱的拯救。咱无法度用人的理性去理解，迄个圣神会降临伫玛利亚腹肚内底，迄神会道成肉体，成做人的样式。这个部分用人的理性去分析，永远拢无法度理解为什么会安尼。另外今日经文的头前，耶稣死搁活的第8日，圣经讲过8日，伊的学生搁伫厝内，多马也伫遐，门已经关。耶稣到，徛伫中央，甲因讲：愿恁平安。另外门徒为什么门爱关起来？难道因这门徒拢伫厝内做违法的事吗？还是因厝内拢做一寡袂互人知影的事？事实上毋是。另外咱看到，当耶稣互掠、互审判、互逼迫，最后互定伫世界，迄当时伊最后身份是啥物？是罪犯呢？是叛国罪犯呢？叛乱分子呢？敢若要颠覆罗马政府的迄个叛国分子呢？比如讲若美国即马
民主党咧执政拜登咧执政迄个共和党的川普因你知影伊正月落选嘛伊若输袂起，伊讲我共和党的票足济我谈德州去兴起另外一个国家，要推翻民主党的拜登，迄就是迄就是叛乱分子呢。不过看目前美国的初选敢若川普会去一届代表共和党出来选总统，所以了解咱看到，约翰福音书第18章的记载，当彼得伫大祭司伊的院子内底，迄阵时天气真寒冷，祭司的女婢注神看彼得，就认出彼得，讲这个人是甲拿撒勒耶稣共党的。彼得听了讲，马上否认撇清伊甲耶稣的关系。了解，当主耶稣搁我徛伫门徒的中央的时，甲因讲愿恁平安。门徒看到耶稣，伊可能会反应：哎呦，你哪会出现伫阮中间唔通啦，唔通！哎呦，这有人看无，紧来门关起来，等下门关起来为什么会惊？我讲过，迄当时耶稣的身份，从定死的进前，伊是罪犯的身份，叛国分子的。所以当耶稣出现伫因的中央时，这门徒都惊讲，这法利赛人，这经学士，若看到耶稣搁我搁徛伫因中，因惊伊小命不保。因那甲惊弓之鸟一样，随时拢会惊去搁厉害的迄个危险性，随时会甲伊的老师耶稣共款的下场。总是咱看到耶稣搁我搁一摆显现伫因中的时，来讲愿恁平安。另外这对迄当时门徒来讲，因的老师互掠去，讲定死伫迄个世界顶悬。伊心内上惊就是去互掠，伊很多时伊上欠缺，歹势，伊上欠缺就是平安啊。所以当耶稣讲显现时，甲讲愿恁平安。这句话对当时的门徒来讲，特别的需要，特别的意义，因为门徒欠缺信心，欠缺平安，所以当主耶稣显现伫因的面前的时阵，拢超过这门徒的意料之外。所以了解，咱看到，当这门徒知影主耶稣搁我的时阵，伊有经验了主耶稣搁我的时阵。圣经讲，这门徒就欢喜，就欢喜。就是咱知影，伊门徒中间有一个叫多马，伊唔信耶稣死搁活的事。圣经伫约翰福音书第20章27节，当多马咧摇伊的时阵，耶稣甲多马讲。伸你的指头仔来看我的手，伸你的手来探我的血的。无得做无信，着做信。所以了解咱看到，主耶稣主动邀请多马伸出伊的指头仔来探伊的手，来探伊的血的。耶稣安尼邀请，多符合多马邀伊的心啊！因为伊心内无信嘛，邀伊啊，邀请耶稣的邀请，多符合伊的心内的期待啊！所以
当多马伸出伊的手来摸耶稣两位的相分的时候，证明这个徛伊面前的，就是捌曾经甲伊相甲斗阵，教导因甲因生活的耶稣。同时嘛证明，这个4个月耶稣是肉身的耶稣。当多马伸出伊的手来摸耶稣的手指，甲耶稣合的时阵，主耶稣甲多马讲：无得做无信，着做信。了解，咱看到耶稣甲多马讲：无得做无信。伫圣经内底，无得做无信，伫希腊文叫咩？人罗咩人罗阿比斯多斯啊，的意思是讲，你唔通做无信的，唔通怀疑。这个咩意思是什么？这个咩意思就是犹疑啊，犹疑怀疑。当咱无确信的时阵，咱就会犹疑。当咱犹豫的时阵，咱就会安那形成咱对这代志的一个看法。因为我无相信，我无相信你，我对开始犹豫到我真正无相信你。啊，这个无相信就成做我对你的认知，然后咧开始对你犹豫了，开始对你安那无相信、无信心。所以另外这对希腊文的中间，你看到耶稣基督4个月，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代志。就是对多马来讲，伊对耶稣这个信仰，认为讲这是不可思议，超过我理性的想象，所以我认为这个信仰，我对你讲的无信任、无信心。所以这无信任、无信心产生什么？无信的行为。所以伊甲耶稣讲：除非互我伸手来探你的手，甲你的协议，无我总唔信。所以你看今日经文的头前几节，你讲我总唔信。所以你现在看到，对你信仰，真侪人若抱着一个犹豫、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信仰、看超自然的事，拢会无法度通过家己的理性的思考。另外，这咱看到，多马就是安尼，凡事拢求看会到、摸会到，眼见为凭。就是咱看到圣经内底，另外一个圣经嘛记载。当有一个老爸带一个后生，这个后生互下狗鬼来附身。耶稣的门徒要把这下狗鬼来赶走，却是赶唔走，赶袂走。尾啊，这个老爸带伊的囝来找耶稣。耶稣看到伊的门徒赶袂出这下狗鬼，耶稣讲啊，唔信的世代啊，我要甲恁带偌久啊？我要吞了恁偌久啊？另外这咱看到，伊经文中间，耶稣讲唔信的世代，伊唔信的世代，这个唔信之字，甲咱头啊迄个犹豫共一字。就是希腊文阿皮斯多斯，阿皮斯多斯
就是无信。最后耶稣就甲这个老爸讲：来，你甲囡仔带来我遮。耶稣亲自来赶出这囡仔身躯顶的恶狗鬼。所以，另这咱看到，当咱对上帝的信无够有信心的时阵，对咱的心中，咱的定义就是对耶稣无信。犹疑本身就是无信的一个行为，就是另这伝道篇讲，信是啥物？信就是加上行为，就是伊相信。加上伊的行为付出来显出伊的相信。伊旧约，咱看哈娜，伊是一个真敬虔的一个妇人人。伊甲其他圣经的妇人人同款，上帝予伊无法度生囝，伊的丈夫知影哈娜无法度生囝，伊丈夫阁另外找一个太太，毗尼娜。这个毗尼娜会生囝，就伫哈娜面前讲话甲口舌，甲刺激。就是哈娜是一个真敬虔、真听主的一个姊妹，伊嘛真爱去圣殿敬拜上帝。所以伊若佮来到圣殿的时，伊嘛会互毗尼娜甲用话语口舌，就是咱看到圣经啊记载，即个讲伊就提高煞毋食，伊圣殿内底提高煞毋食，哈那伊圣殿内底伊祈祷求上帝赏赐伊的囝，伊嘛甲上帝一个承诺讲，我若有一个囝，我要将这个囝献互你。所以哈娜一面祈祷一面哭，嘴唇叮当，就是无发出声音。当这个行为伫圣殿内底，咱知这是伊利，就讲啦，当哈娜心内静静求，只有嘴唇叮当，无听见声，所以伊利掠做伊酒醉，伊利就甲伊讲：你要醉到第时啊，你毋通阁啉酒。所以，了解咱知影，哈娜伊伫圣殿内底，伊也求上帝互伊一个手术一个囝，就是无拍算去颠倒病，互人伊也误解。各位兄弟，咱伫教会服侍中间，咱可能服侍过程中间，会用拄着有人讲一个歹听话，会互你伤心灰心的事。魔鬼常常嘛借着这个人的嘴来打击咱，就是求主帮助咱，互咱一粒善良的心，互咱讲话做事拢出于听上帝的心，互咱有一个坚强的心，无因为别人的凊彩一个言语、一个眼神，互咱受伤害。所以咱看到哈娜，伊去到圣殿，明知影互误解。因为知伊另外一个某毗尼娜会甲用话口舌，伊犹原要坚持去圣殿向上帝祈祷。另外这咱看到，这个哈娜，伊对上帝的信，伊的信带出行为。就是咱看多马呢，伊的信，伊的无信，产生犹豫，嘛。带袂出行为的表现。咱看另外一个圣经节，创世纪。伫创世纪中间，咱看，帮我。伫创世纪中间，咱看，伫天气真好时，旱地伫大海所在造船。伊甲世间人讲。上帝就过来要用大水毁灭世界，可劝人爱悔改，爱遵守上帝道理。哈娜当时的讲法甲做法，互当时的人不但未相信，佮甲伊取笑。所以咱看到
这个人无插那的经过。圣经马太福音书24章38节到39节讲，因为大水的大生民，因为大水的大生遐日，人地啉食过带，到入大船的日，竟然唔知，到大船到一直袂因，人主要到也要安尼。所以咱知影，这的大船是一个工具，上帝借着传悔改信息，万人听到这悔改信息，拢愿意悔改。就是咱知影，只有一家甲这个动物入面保全伊的性命。所以咱知，相信上帝信息的人，拢会当得到拯救的机会。所以咱看到，水猛风起笑，风笑戆的，这是天的日，无落雨，无大水，你咧做啥物船？连你讲的信息，这人根本就无信道，无要听。就是咱看到，无顾着别人的眼神甲言语的祈求，起手用伊的行动实践上帝对伊的吩咐。咱看到最后，甲伊一家拢得救。所以另外咱看到，信带来行动，无信了伊带袂出行动。所以主耶稣甲多马讲：“无得做无信，着做信。”这句话对当时多马捌甲耶稣讲：“我总毋信。”当主耶稣亲自邀请多马来，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手，来探我的血液。当多马亲自探到耶稣的手甲血液时，这嘛满足着多马伊的要义啊！伊马上回应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多马面对主耶稣，无什么言语来反驳耶稣。当伊亲身去探到耶稣的手甲血液时，是用敬拜甲谦卑的态度来表达对主耶稣的宣告的相信，信任耶稣是主，信任耶稣是伊生命的上帝。阿门。所以另外这咱看到，耶稣就对多马讲：“因为看见我才信，遐无看见有信的，就信的人有福气。”另外这咱看到，耶稣对门徒甲多马的敬拜甲宣告，耶稣接受。主耶稣接受来讲，你看多马，伊借着看见，较有后壁的信。虽然多马伊有做一个真有价值的宣告，就是伊错过了，什么？伊错过较有深度的相信，就是毋是通过目睭的看见来起造伊的事。所以另外这咱看到，目睭无看见，就是伊相信。这是较关键、较有深度的事，无看见就是。但是多马毋是，是爱看到后壁靠信。当多马你甲耶稣讲的时，可能彼得嘛赢，所以彼得伫伊的批信中间，咱做伙来读，预备来。你毋捌看见伊，也听伊，现今无看见，要我信伊，就是对迄个人讲毋出，满满有阳光的欢喜来快乐。所以另外这咱看到，彼得前书中间伊讲，
你毋捌看见也听伊，现今无看见也有缘信伊。所以咱看到，无看见就信的人，这人有福气。就是咱看现今偌济人，因要求讲，你若无信业，你若无好看见，你若无好经验到，我就毋信。虽然伊到尾也信，不过这个信，比迄个无看见就信的人，伊得的福气较少。所以了解，咱看到，约翰福音的作者，伊是一个非常要紧重视信业的人，因为信业会递到有信心的去做。那为什么作者无写较侪信业的技术呢？了解，对一个愿意相信耶稣、跟对耶稣的人讲，有信业无信业，拢毋是要紧，只要伊愿意相信。就是对无信的人来讲呢，伊一定要看到某一个证据。所以约翰福音书的记载，信业的技术已经有够侪啊。另外一方面，已经下决心要对抗耶稣的信业，对抗耶稣的信，特别是迄犹太领导者，你较侪信业互伊，伊嘛袂信，伊嘛袂感动。所以耶稣捌讲，对用你以后，无阁有信业。这是讲啥？对这无信的人来讲，你较侪信业对伊来讲袂一了感动，嘛袂影响伊的无信。了解，咱看了圣经，约翰福音的作者讲，独独记者的互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囝，信就是伫伊的名得着活。所以咱看到。约翰福音书咧记载，要叫信耶稣是基督的，是上帝囝，得着活。就是过去的人有一派人讲啊，耶稣个我，迄你看的毋是耶稣真正死个我的肉身啊，迄你看到只不过是个幻影尔，伊是真的。了解，安尼主张是无符合圣经的真理。约翰福音书的作者甲咱讲。基督是上帝囝，这句话就是咧告别耶稣基督属灵的身份。所以，咱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名甲伊的能力，咱就得到永远活。阿门。希腊文这个生命顶个永远活，这个生命，这个希腊文叫做日罗埃。日罗埃尔，迄意思什么意思？日罗埃尔意思是信徒对上帝得着。了解，当咱对上帝领受真理的价值，咱尊叹圣经的价值，咱得着永远活。这永远活是我的，那我的代表什么？我的代表有生命力，我的代表有能力，我的什么？我的代表带来光芒。所以咱看到，咱因为耶稣基督的真理来奉献，用这个奉献时用伫上帝事工，会当造就一人，会当帮助一人。通过耶稣基督的真理价值，咱的奉献，成做上帝圣工的路用，会当祝福更较侪无信的人得到信。就像咱今日地下室。咱开真侪钱来造作这地下室，毋是为了咱舒适，咱是有更较好的环境来做幸福小组，来传福音的事工，互人因为安尼会服侍，得到福音，得到救恩。了解，这就是有意义，互人看到毋茫。所以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囝，耶稣是基督。这就是真要紧的准证。当咱尊叹迄信仰的准证的时，咱所行出来是带出毋茫，带出快乐。阿门。所以，家己隔壁来讲，咱会奉献，诚做快乐，诚做帮助。预备来，
所以咱的方言，那颠倒变讲，咱的方言那只不过是用伫眼前，咱的食啦、啉啦、佚佗啊，什物，加用伫遮，无用伫迄个上帝的圣工。安尼食甲啉甲佚佗，就正人得着，无法度造就更较侪人爱做不出来，对不对？就是你若用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行出来，迄功能会比你享受更较好呢？是不是？是啊。像咱参加小组，咱参加小组，若是因为这个小组长伊的关心啦，还是伊的带领的迄个个人魅力，我要伫这个小组，就是无看到耶稣基督真理的价值，去传福音。安尼，这个小组只不过是因为人的关系组织的，毋是因为耶稣基督真理来组织。安尼，这个小组伊就无法度发展出来，拢因为人。就是咱若因为耶稣基督的真理，咱领受这个真理了，以这个小组中间来追求信仰，来有这真理来做上帝的工，来传福音。这个小组会对一组变两组，对两组变四组。这个小组会发展未？有啊，会发展。有能力无？有能力。有带互人毋忙无？有啊，带互人毋忙。所以了解，咱知影，一个小组还是一个教会，有伊徛伫真理的中间来行出来无？就决定这个小组、这个教会有迄个信仰的性命。所以，当这个信仰性命有得到，这个教会、这个小组就会发展。所以我曾经听一句，听安尼讲我若因为分小组啦，我无甲什么人斗阵做伙我就无爱来小组，还是讲什么人来伫这组，我就无爱伫迄组。了解，这就是安那，伊的焦点无在伫耶稣基督的真理，伊无掠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成做伊的目标。所以伊来教会还是来小组，是因为人的关系，是因为人的因素来决定伊要来毋来。安尼，这个人的性命，伊的定睛的焦点绝对毋是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基督上帝的囝的性命，绝对嘛无伫伊心中。所以绝对嘛，这个小组还是这个人都未发展。了解，今日是过偌济第8日，当耶稣死过第8日，显现徛伫门徒的面前，连迄个无信的多马、妖异的多马，用伊的手来探耶稣的手甲协下，因为安尼来见证耶稣基督。耶稣是上帝囝，所以了解，无论安怎，拢因为相信来得到永远活。所以毋忙，咱的信仰的焦点一定爱伫真理的中间。无论你的方言也好，无论你参加小组的动机也好，无论你来教会动机也好，拢爱因为信仰，因为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救主，这个因素。开带出迄个力量，带出迄个毋忙，阿们。所以法利赛人，伊拢是为了某一个代志来做事，某一个规定来做代志，伊拢突拄做啥物的规定，做啥物代志，就是军队耶稣的人无共款。军队耶稣的人爱诚做一个 to be， 就是你爱诚做啥物款的人。真做有生命的人，真做有爱心的人，这种的人是有生命力。这种的人是带互人毋忙。所以，咱以这个过偌济第8日的时，牧师通过希腊文这个原典的释义，甲因讲，咱毋通真做妖异的人，因为妖异带来无信，无信带来无行动。就是颠倒变讲，一个有信的人，伊带出来是行动力。阿们。牧师伊只要甲咱正兄这感谢，伊3月25启动要去印尼短宣的这个事工的募款的时阵，牧师得到真侪兄姐
有1千、2千、3千、1万、2万，不管金额多也少，大家拢为着这个短宣队的募款，奉献真侪心力。弟兄弟、弟兄姐，牧师要代表咱短宣队，甲恁说多谢。因为咱以信仰中间的奉献、信仰中间的支持，互咱带着福音的真理的使命感，去到印尼的闽南所在要传福音，要互人看见因活的性命，福音临到伫迄个所在。阿们。所以，当咱相信，咱得到永远活；当咱相信，咱就得到毋忘，得到能力。迄个能力就要讲传出去，互这人，因为咱得到福音。阿们。所以了解，咱毋忘咱三家人努力，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天父上帝，伫这个过节的第8日，祝你显现徛伫门徒的中央。虽然迄当时的门徒真惊吓。真无平安，总是祝你甲因讲，愿恁平安。祝你用你的平安赏赐伫迄当时惊吓的门徒的身躯顶。祝你嘛将迄个妖异的道马，因为你的邀请，互伊伸出伊的手来探你的手甲协会，去经验真国外主。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无成做一个妖异的人。诚做无信的人，互阮诚做有信的人，因为信带来行动，因为信带来行动，因为信带来能力，因为信带来互人毋忘。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有将教会，若是得到较济恩典，阮嘛要将这恩典白白分享出去，互较济这高雄地区的百姓，也是印尼闽南地区的百姓，因为阮所行出来。来得到福音，得到主你永远活的信仰甲拯救，愿主你使阮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是咱的因回应诗102首，哈利路亚！又歌我，请起立并全首。咱今日对咱当一个高点，咱以楼骹1楼有咱甲台湾新生代自由合作来兴起举办关怀活动，咱大家为着这个主流血救我，我捐血救人这个真有意义的活动，咱同心来祈祷。咱也鼓励咱的兄弟，恁若身体勇稳共同来参与这个关怀活动。
咱上时啦，为了咱今暝咱定期中秋会的时间来祈祷，咱也为着咱印尼闽南的宣教的时间的募款以及时间的筹备来祈祷，求上帝做工伫阮中间，互咱会当传主的福音，做主的工。咱也上时为着咱教会咱的教务团队、咱三位团队，以及咱每一个团队来祈祷，为着咱的事工来祈祷，恳求上帝带领。咱也为着咱两者集体来祈祷，为了千金张阿娘以及为了简秀玉的竞赛大强会长车祸蒙主文调，咱为了遗族来祈祷，恳求上帝的安慰。为着民方甲政府干事身体恢复祈祷，咱举起咱的双手，咱为着咱的事工，为着咱集体的需要，咱大声喊声主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啊，说，阮恳求你施恩带领，主你祝福阮，互阮等一个9点，阮的甲台湾新来自由合作，阮关怀活动，主因真有听心，来用因的行动来赞助这个关怀活动，要鼓励更侪乡亲来参与这关怀，有更侪人因为关怀得到帮助，主你施恩带领，互今日的关怀会当有更侪民众参与这个真有意义的事工，主你带领帮助阮，祝福阮教务团队，互阮领受上帝的恩膏，互阮从菩萨中间充满主你的规律，愿上帝你施恩带领，主你带领阮教会阮印尼团宣，阮目前为着阮的经费募款，阮也为着阮的事工的筹备，阮来规划设计，愿主你圣时做工伫阮的每一个团员，阮同心合意为着上帝主你的工来做工，来应当主，愿上帝你圣神来做美好工，主啊你祝福阮，主你看顾阮中间基地欠安的，愿主你看顾阮的千金张阿娘，互伊的软弱的身体得到医治恢复健康，主啊为着简秀玉姊妹竞赛大强因为车祸蒙主文调，愿上帝你安慰伊众，主你的听中间得到安慰，扶持得到帮助，主你带领阮的民方姊妹政会干事，以及阮其他的兄弟，愿主你医治万国，互这肉体拢得到医治恢复健康，经历上帝你恩典，愿主你神带领阮的今暝，阮的中秋会，愿上帝你带领，互阮的讨论伊个时间，有主你带领祝福，祝愿将这一切拢仰望，愿谢谢你，帮赞，仰望你的。相信上帝你的天父的同在。是阮听上帝，愿恳求你帮赞，特别4月13花莲地震。主，阮知影目前已经有10个人因为地震来过身，有几来个人因为地震受伤。愿主你甲亡者的遗族三个天地，愿主你安慰扶持。主你也甲受伤的人三个天地，通过医生的治疗，互因的空喙会当紧紧得到医治。主哦，恳求你带领阮每一个团队，无论教务团队，也是阮三位团队，以及阮办公室团队，主你带领每一个团队，以主你前得到上帝你的开来手术，主你亲自坚固阮手做做的工。主，阮也为着阮9点开始，阮关怀活动。主以你的恩典中间，阮得到台湾新来自由的合作，互阮通过因提供这个丰盛的这个礼券要鼓励各个南安溪甲左营的百姓会当踊跃来关怀，通过这个关怀帮助各个需要人。恳求你施恩带领，我也恳求你带领，当阮印尼团宣咧募款以及阮事工咧计划的时。主你带领阮，互阮的募款甲事工计划，拢会当下伫上帝你旨意，带着使命来传福音，带着使命来为主你做工，互阮所做的工，互遐百姓拢得到福音。主你眷顾特别秀玉姊妹的竞赛大祥因为车过身，愿上帝安慰，对你甲软弱的基地三个基地，愿主你医治这软弱的兄弟得到身体恢复。
愿主你听我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请咱闭慢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现在主，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上帝，你拣选阮会当真做你的囝儿，会当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会当倒转去天父的家。阮嘛咧求你会当亲身来怜悯伫花莲地当受灾的，过救援的拢求你会当伸手会当帮助伊，嘛求你使用这个奉献。会当帮助搁较侪需要帮助的忙，嘛使用阮的性命，毋若奉献阮的金钱，嘛奉献阮的时间、阮的才能，会当互主你使用。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397首祝福祈恳，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主咱请牧师。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咱众人三角地地，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讳。